黑人陈建州和范玮琪2011年结婚，两人育有菲菲、翔翔一对双胞胎儿子，经常在脸书上晒出点滴。近日黑人在脸书放上菲菲、翔翔读英文童书的影片，菲菲负责指出各种交通工具和动物，翔翔则负责模仿声音。没想到当指到毛毛虫时，菲菲竟脱口说了3个字，瞬间让爸爸笑翻。黑人昨天24日在脸书放上一只儿子的影片，写到2个笑蛋回家真好。只见画面中，菲菲、翔翔正在读英文童书，当中有各式交通工具还有动物。菲菲负责会指出各种交通工具和动物，并询问 Can you see ambulance 等句子，翔翔则会负责模仿该交通工具或动物的声音。没想到当指到毛毛虫时，菲菲竟一时语塞，脱口 Can you find the spider and 毛毛虫，瞬间让一旁的爸爸黑人笑翻。不少网友看完也留言表示毛毛虫我笑喷了，发音太可爱了，英文好厉害，毛毛虫看了真的好疗愈啊。事实上，菲菲、翔翔年纪虽小，英文能力却不错，都要归功于妈妈范。以前曾在补习班当过英文老师的她，经常会用英语和飞翔兄弟对话，也经常拿英文字卡教导孩子，睡前也会读英文故事书。黑人曾经透露，卡通汤马士小火车就是老婆教儿子学英文的秘密小道具。